来到7个的顶山社区每一个礼拜拢会安排精彩课程来互长辈做学习甲互动。这摆安排长辈来制作蝶古巴特，一方面会当训练长辈因的手佮目睭的协调性，嘛借此互长辈当行出家门，甲大家来互动。这是拄啊好拄着母亲节的前夕吼，拄啊做这个蝶古巴特一个新的钱包互因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啦。互因会当以后，今年会当赚大钱，钱包满满，拄啊好顺遂，因为即摆疫情安尼嘛，袂当会餐啊，就上课的拄啊唱书，有这机会大家做一个纪念品安尼啦。这摆透过互长辈甲美丽图纸贴落来，一张一张搭起伫钱袋仔顶悬，安尼趣味的做法，互长辈愈算愈趣味。透过大家耐心的互相合作，伫作品完成了，拢表示非常的有成就感。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顶山社区因为母亲节将近，所以我们有安排课程让各位大哥大姐、各位长辈来动手动脑来做这个蝶古巴特的钱包让他们从中得到那个成就感，然后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制作蝶古巴特需要真侪耐心，虽然一个慢慢打会需要较侪时间，但是伫咧作品完成了，长辈的欢喜全部拢会当透过表情来看得到。社区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互长辈会当活到老、学到老，实在非常的甘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